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。这巫术在徐凤年心中弥足正对，通过图形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这图中的天龙会占据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让巫术在他眼前再死一遍，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。一个废了的徐凤年，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，这对皇族来说不是最好的结果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刚才恍惚了一下。哦，你觉得这幅画什么意思？这画和这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你看这幅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是一幅普通的画。没什么，先往下看吧。又是你！那木盒子，你给他的？我若回答你，你让我上去吗？上来杀他？不然我费这么大力做什么？不行。阳城人多眼杂，我不和你出手，但在这儿可不一样。我最后劝你一遍，我们可以合作杀徐凤年。哦。不好。哎呀，做人要讲道理啊！从内容上看，这里收集了不少证人证词。那一晚，王先之确实在京城。证词未必是真的。这里边提到的人大多还活着，想询问一下真假并不难。我觉得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就算王先之当时在京城，也未必是他出手。说实话，王妃当时虽然剑法神通，可王先之真要出手，他不可能活出京城。但至少说明王先之跟此事有关。这个木盒的突然出现，应该就是让你这么想。我明白。我这一行就是要去武堤城，到时候我看了这个心绪大乱，到时候直接对王先之出手，这借刀杀人的把戏就得逞了。世子，世子明白就好。可这毕竟是找到一点线索，这么多年了，真相终于浮出一点来了。我保护黄满儿，保护大姐二姐，就是因为我答应我娘，我要替她守住这个家。我心里边我娘一直还在，她一直看着我呢。不能让我娘失望，我一定要找出害她的那个凶手。世子，我没事，我就是
我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线索，心里有点乱。北爷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儿，也不会冲动。你就让我一个人坐会儿，我好好想想前因后果。有什么需要，你随时叫我。好。这龙怎么没了？李前辈，魏爷爷。 娘，
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众生。可我偏偏不服，不服天道能定人生，不服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无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，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，我李全罡皆以一剑斩之，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这不屈在手，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，斩去心中畏惧阴霾。去你的天道！我有一刀，可斩天龙。有一刀，可斩天人。是梦啊！没想到吧？喂，还不叫人救你？你受伤了？在悬崖上跟人打了一架，问题不大。悬崖上人很多。多，都是来杀你的。你挺抢手啊。打伤你的人呢？下去了。
最麻烦的就是遇上疯子。希望赵皇上前辈说的都是真的。天都亮了，白打一晚上。走，吃早饭去。你还不叫人救你？我真杀你了！太阳要出来了。再过一会儿，会很好看。要不我们一起赏个景，再搏命吧？行啊。是很好看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梦见我娘了。她很好看吧？你这么好看，你娘一定也好看。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一直不相信她已经走了。我一直觉得她活在我心里。其实是我在骗我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在梦里跟我告别了，他走了，早就走了。只是我到现在才承认这一点。你在梦里跟他告别了吗？没来得及。今天的景色是很美，看在美景的份上，不杀你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？我不相信你就为了千两黄金。再见。来得及的。你说什么？说再见啊！只要你说出口，想听的人就一定会听见。娘，走啊！你在梦里见到的天龙就是这样的，仅凭几套纹路，一幅图形，就能让人入梦？只对你有用。准备这些的人应该对你了解颇深。这功法就只是为了让世子做个噩梦吗？这是借梦境毁去一个人心中最重要的屏障和依靠。你娘应该是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。是，这是想从心灵上给你打击，让你崩溃绝望。你怎么扛过来的？我把他们斩了。要不是前辈告诉我一剑开天门，我恐怕斩不出这一刀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斩出这一刀的。扛过这一关，以后这类型的功法将无法再影响你了。可是，这个东西到底是谁送过来的呢？不管是谁送的，他还会再来。
城，去龙虎山。陛下召你进宫。哎呦，陛下召你进宫。我再睡会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他这时候召我进什么宫啊？扬州急报，你儿子在阳城遇到曹长青了。天下前三。哈哈，你儿子的侍女是西楚公主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知道。知道，你还把西楚公主养在府里，让公主当侍女，这才显得咱北凉霸气。曹长青认出了西楚公主，对你儿子出手了。哎呀，那不是还有这个李淳罡呢吗？李淳罡和曹长青交手一招，未分胜负。临走的时候传下话，要重回蜀地。你家那侍女将是女王，让女王当侍女，这回她威风大了。还威风呢。从各方面查证来看，那个叫江泥的从小就尝试要刺杀徐凤年，看来仇深似海呀。哎，我儿子呀，命里有桃花劫，女人都恨他。你想明白了没有？新一代楚国女王要杀徐凤年。哎呀，这回我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觉喽。哎呦，你还真睡啊！徐骁，哎呦，别嚷嚷，来来，一块跟我个儿躺会儿啊！哎呦，起风了，有问题？江泥，小声些。是曹长青引起风沙，是我让齐少叔叔掩人耳目，我才能偷偷溜回来。我还以为曹长青不会让你。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有江离在你身边，曹长青才能可能出手救人，懂吗？我是回来要钱的。当你侍女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了，你总得给点安家费吧？等你真走了，就给你。我跟齐少叔叔说好了，等你平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真要去西蜀了。不过，齐少叔叔也说了，我们在西蜀对北凉是好事。我宁愿你留下来。留下来被你使唤吗？好啦，你留意着点，除了身边最信任的人，你可别让别人知道我又回来了。于有为呢？他在齐少叔叔身边，齐少叔叔说，要把西楚各路义士都给他交代清楚，以后他就是我的直属女官了。殿下没被发现吧？如果杀了徐凤年会怎么样？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杀徐凤年？公主要走自己的路，就不能有情感羁绊。孤家寡人，才能成帝王之业。胡扯！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了，那就不杀徐凤年。有李淳罡在，杀不了。呀，此时陛下让你进宫，你儿子世袭罔替的事儿，他就有结果了。你弄出一个无视君恩的样子，这做什么呀？我
我什么也不想做。他让我在这儿闲置了这么多天，我还不能让他等会儿。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哎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啊？现在我表现得越狂悖，那陛下就越放心。好，好，好，全都是你的理。你要是再不去啊，宫里的马车全堵你门口了。哎，怎么又躺下了？对，也不能太过了啊。那咱们就去宫里走一趟。哎呀，好好的。着什么急？你被人设计，陷入噩梦，谁干的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想不出来谁有这手段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他是笨蛋，又不算真的闯过江湖，对功法手段不了解也正常。那你呢？你可是剑神，你也没头绪。我在清朝廷底下躲了这么多年，这些年来江湖上多了哪些高手，我哪知道呀？那我晚点去问齐兆叔叔。那女刺客呢？当时为什么不动手？我总觉得他的目的未必是杀我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那2次重伤，真的是害我吗？那次之后，我破而后立，把真气强行吸收，将大黄藤推至4重。再之后，就是杨城。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，也算来得及时。在阳城，我杀琉璃瓶本该会有后患，但偏偏这次刺杀让卢家进退两难，反而借伤势将危机化解于无形。这2次刺杀，带给我的都是好处。所以你认为他是在帮你？今天日出之前是他杀我最佳时机，但他却没有动手。难不成又是徐骁的布局啊？不知道啊。经过这次东西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徐骁了。这张宰辅来得早啊！还有人来吗？陛下还招了大将军顾建堂入宫，无奈顾将军旧伤复发，今日来不了了。哼哼，这胆小如鼠之人自然不敢来见我啊！春秋国战，4大名将顾建堂与上柱国齐名。黎阳一统后，上柱国盘踞北凉，画地为王，而顾建堂抛下布局，孤身入京，为天下事，静心激励。蜀中蜀间，天下人自有公论。自然是顾建堂这阴损之祸，才是最终。所以，顾建堂或许才是接手北凉的最好人选。他接手北凉，那陛下能放心吗？请勿妄议君王。啊，不说了。陛下人呢？是他找我来的，怎么不露面？陛下身体不适，就不见上柱国了。那招我进宫作甚？陛下口谕，要问上柱国，北凉保住世袭罔替，世子继承了北凉王位，还想不想上柱国一职？买卖嘛，有得有失，啊，哈哈，我懂。你懂什么？臣年迈昏昧，不堪重任，明日就上书，
请辞上柱国之位。好，陛下说了，就不要接旨那一套繁琐的事了。王爷既然请辞上柱国，那北凉王位自然该世袭罔替。下一任北凉旗还是姓徐。这是朝堂，真当是商贾交易吗？宰辅息怒，陛下说了，北莽虎视眈眈，楚人又蠢蠢欲动，可谓是危机四伏啊！还需北凉镇守天下，为国解忧呢。北凉世袭罔替，未来终是祸端。臣请见陛下。陛下不是，就不见了。还有啊，陛下说了，今日之事特地请张宰辅做个见证，日后朝堂之上，希望不要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论。悠悠众口，堵得住吗？旁人堵不住，张宰辅自然无妨。看来在陛下心里啊，张宰辅一人就可以震慑百官，如此重信，让人羡慕。臣殚精竭虑，一心只为黎阳盛世，私心天地可照。宰辅放心，你这话我定会禀于陛下。韩胜轩，今后北凉还是姓徐，你怎么想啊？难为王爷啊，还记得我这贱名。至于北凉姓什么，那是朝堂政事，我怎敢多嘴啊？人人都叫你韩雕嗣，啊，这叫多了，韩生轩是你的本名，可别忘了。小人起于微末，自不敢忘。人嘛，一呢，不能忘本；二，就是不能僭越，啊。王爷教诲，谨记于心。世袭罔替，世袭罔替，阻拦的人还真不少啊！最后成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好了，回我的北凉了。陛下，果然把世袭罔替给了徐骁。那徐骁拿什么换？请辞上柱国。上柱国一职虽然荣耀，却无实权。西楚正闹得欢，陛下自然希望北凉安稳。可这是养虎为患呐。顾建堂呢？他没有说话。顾建堂也称病不出。难道顾建堂打算一辈子就留在京城吗？陛下应该会把上柱国给他。陛下不愿意放顾建堂出京城，也是怕鱼入深海。
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徐家世世代代统领北凉吗？陛下给了世袭罔替，不代表徐凤年就能活到那一天。龙虎4大天师，唯有你赵丹平，常年留在京城，这些年斋教青词写了不少，还没写腻吗？朝廷安稳，龙虎山才有前景。徐凤年接任北凉，对天下对龙虎都不是好事。你要我回龙虎山，杀徐凤年？龙虎山4天使，赵熙团，你弟弟的师傅，应该对你能留几分情面。脾气最糟的赵丹平，常年在京城被称为青瓷学士，这么多年没回龙虎山，应该也不用担心他。所以你要留意的呢，也就是辈分最高的赵希义，还有如今天师府掌门、道门领袖第1人赵丹霞。就这2个已经够可怕了。徐凤年是北凉世子，真杀了他，徐骁就敢马踏龙虎山。你可以不用亲自动手，但他必须得死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。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了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哦，对了，除了徐凤年，还有1人要杀。还有谁？赵凯。他又是什么人？寒雕寺的弟子，陛下的私生皇子。眼下正一路追杀徐凤年。私生皇子。寒雕寺表面与我合作，其实是想杀掉徐凤年，引起天下大乱，然后借机让赵凯争夺皇位。他自己以为能瞒得过我。我张居禄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黎阳朝万世太平。徐凤年是祸根，不得不杀。赵凯一样是乱应，正好一并除掉。宰辅大人，虽说是私生的，可他终究是皇子，暗中杀皇子。您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下场？为国运而争，岂能在乎自身的命数？如果寒雕寺还真的知道了此事，他可不会放过你呀！一个太监还想着引发大乱，他不放过我，我也没打算放过他。不过，行了，朝堂风波我来挡，江湖的事情要看你们。赵丹平，你们龙虎山到底选择站在哪边呢？宰辅大人，我这就回龙虎山。徐凤年和赵凯的命，由我龙虎山取之。
哼。好像有马队离奇。应该只是路过，要杀我也不至于在官道动手。 干嘛？那女的你认识？轩辕清风。龟山捕牛大港上的轩辕世家。就是。江东轩辕。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轩辕世家有着数百年的基业，天下江流水运皆在轩辕门下。轩辕家还有个老怪物轩辕大盘，已是天象境。 金刚指玄天象，那不是跟王仙芝一个境界了？轩辕清风，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？你怕她？怕是不怕的。那你躲什么？也就是之前3年游历的时候，跟老黄遇见过她。你把她怎么了？这不当时还有个。 温华嘛，他就是看见轩辕清风长得不错，夸了2句。怎么夸的？也就是什么魂部形状啊，利于生养啊。温华说的。然后这轩辕清风他不讲道理啊，他追着我们打，就这么点小悟空。 江湖儿女嘛，应该大气些，啊！人家没杀你就够大气的。魏爷爷，远远跟着前面那队人马。明白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是躲吗？跟着干嘛？轩辕家有用啊！轩辕家族掌控天下水脉。 辉山跟龙虎山一江之隔，仅凭一个世家可以和龙虎4天师分庭抗礼，多高的地位！所以徐骁让你联姻？绝对不是。实不相瞒，这一行轩辕家本来就是要去拜访他，倒是遇着这轩辕清风是个意外。看这方向，他也是去辉山。他们家掌控天下水脉，他怎么不坐船改骑马了？ 要不你去问问？轩辕清风，听说他和他爹势不两立，这一脉顺下去，或许有好处。算了，还是先杀小舅子要紧。 路过的，并无恶意。杀气还挺重，好盔甲，好刀法。不打了，能麻烦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动刀？我们认识吗？刚睡醒，脾气躁。这会儿呢？杀不掉，睡觉。
阁下贵姓？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苏小路，打路，上，驾！袁庭山，小姐这是要回山？回山又怎样？还是别回了。你只是我轩辕家的门客，敢拦我的路？我也是听令行事。听谁的令？老祖与古牛将大雪平亲传调令要我回山，轩辕家谁敢违命？你说呢？我爹让你来的。我若非要回去呢？回不去的。杀性都重，谁家有这官差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家问你话呢。要不然我不露面。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，
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？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是你？你给我站住！老虎，凤姐，凤华，老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、好生养，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。看什么看？哎，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。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臭流氓！哎，轩辕姑娘好呀。哎，等等，姑娘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。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后会有期。蜀秀，魏爷，放心，他逃不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就跑了，逃袭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！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？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，不如同行。这一路可不好走。你许萧儿子？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？这么看来，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辉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哪儿去了？过河了。多谢前辈。这是剑法还是暗器？36天罡桃木剑阵。桃木剑阵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把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
不可能啊！我这权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的逃走。别装了，你又没晕。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。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！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。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？他们赶得上来。姑娘这么着急回灰山，是有要事在身？算是。拦你那人是谁？袁庭山，我家门客。门客拦主人？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轩辕家的大事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？会。当我没事。北凉的蛇想伸进灰山？喝水吧。不用。像是见光顾着生气了。你仔细看你的面容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我歇会儿。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？徐凤年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还见过他娘？真没有。咱们说正事儿。前辈，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祖？啊，灰山古牛将大雪平上，轩辕大盘，和我斗过剑呢，还活着呢。谁赢了？我只输过王献之啊。哎，你刚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？天象境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那不是很强？境界有什么用？能打才行。小子，你想动灰山呢？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路，用处大得很。怎么收服？要不娶了外头那丫头？我徐凤年绝不卖身。他和他爹怎么回事？据说轩辕清风和他爹关系极差，所以常年不回灰山。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？他爹轩辕敬城是轩辕家嫡长孙，按理来说，应该由他执掌家业。可是现在整个灰山上下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他只爱看书，不曾习武。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？轩辕一族毕竟是江湖世家，那是掌不了家业。不仅不习武，据传他性子软弱，不成大器，是个废物。那不是跟你一样？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之前的名声不就是跟他一样？我也是啊，我之前的名声没准比他还差。你小子心狠，藏得深。轩辕家族那小子搞不好也是如此。若真如此的话，他藏的可比我久。其实关键就一点，轩辕清风为什么回灰山，他爹为什么拦他，明白这个，整盘棋都看透了。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，聪明了不少。厉害厉害，女王风范。哎，不是，我本来就很聪明啊。
大哥天天读书，读出什么来？读春秋大义，读众生碌碌，读是非曲直，读大道无形。读这么多，有什么用？有用，心不会乱。心不会乱。我刚刚听说一件事情，那个耍刀的门客叫什么来着？袁庭山。对，袁庭山。我听说他下山了，在下山前，好像还见过大哥。有这回事？怎么，小兰清风回家啊？大哥，老祖宗选了你家女儿入大雪坪问鼎阁，接受武学的传承，这是何等的造化！你派人去拦，读书读糊涂了，大哥。做父亲的总得做些什么吧？回山的路这么多，一个袁庭山怎么拦人啊？就这么巧就能碰上？笑话也听够了，我就不陪大哥了，我还得去问候嫂子。对了，嫂子养的鱼不错，你去看了没？哎呦，对不住，我给忘了，整座灰山人人都能进嫂子的住处，唯独大哥你不能进。读书有用，心不会乱。那你慢慢读。你家世子连饭都不会吃吗？他们回来了。世子，没抓住，这家伙滑溜得很。没抓住不要紧，沿江而下就是灰山，他也没机会拦人了。你说呢？我闲逛一会儿。请便。小子，哎，不闷吗？出来走走。你傻了吗？明面上我被齐兆叔叔给带走了。干嘛呀？这一个人待着倒是有点意思。就是这如厕怎么办呢？要你管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等我把话说完了再闹。您说，轩辕清风不是去闲逛，他去的那个方向藏了个人。这您都知道？这距离瞒过我的没几个。偷偷见个人也没什么，毕竟我这北凉世子名声不好。见的人倒是有点意思。您还知道他见的是谁？
受伤了？3人围攻，被打了一掌，伤重吗？搞不好会死。这么严重？还能坚持回山？我爹给你什么命令啊？不能伤你，不能让你回山。那老祖为什么召我回山？让你入问鼎阁，受老祖亲传。天大好事儿啊！我那叔叔都没拦我，反而自家亲爹怕我一步登天。你爹早有准备，你身边人全是他眼线。我知道。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一次铲除干净，还挺顺利，莫名其妙冒出个世子。你对徐凤年动刀做什么？忍不住。什么叫忍不住？忍不住想看看，这种高高在上的世子，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？袁庭山，别真变成疯子。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算了，反正大局已定。回山后你安心养伤，今后自会给你机会习得问鼎阁内绝学。好。抄小道回去吧，别让人瞧见。去吧。我在辉山等你。逛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该上路了。好。山下传来消息。我那侄女已经在江边了。久别重逢，大哥应该跟我一起去山下接人。来人，夫人下山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请吧。大哥有多久没下山了？站得稳吗？要不要找人扶你？这儿还有龙虎山的人。打鱼的，这离着龙虎山近，个个都披个道袍。讨根骨的，根骨。像个傻子。轩辕家100年屹立不摇，靠的是礼与义。礼义。那要不要廉耻啊？大哥，你真的是读书读傻了。轩辕世家风光至今，靠的是拳头够硬，实力够强。你看，人到了。你家的船？
清风归山，做叔叔的陪着你爹亲自来接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老祖宗要收清风，谁也拦不住。声音最大的那个就是你三叔轩辕敬轩吧？听说这么多年，轩辕家一直由他执掌家业。别的不说，嗓门不错。多谢徐世子，告辞。这就走了？徐世子，辉山不会跳进浑水，也不会依附北凉，就此道别。黄门儿，他看什么呢？大哥。送你女儿回来的这小子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未曾见过。想必又是借机讨好辉山的江湖子弟。清风，黄门儿，黄门儿，哥，这是对兄弟啊！这么巧，还真是小王爷。他不是怕水吗？哥，前辈，送我一程。嘿。没想到老夫的两袖青蛇竟然成了坐骑了。收钱啊！嗯，租牛租马都要收钱，你可别便宜他。哦，小丫头。哥，哥，不是怕水吗？已经不怕了。山上啊，有些山楂已经熟了。自打那天起啊，这孩子就天天在江边等你，等着等着，他就不怕水了。了不起。啊哥，有鱼。咱们入乡随俗，吃点斋饭就行了，别让你叔父为难。没事，老道士师傅不为难，他会做鱼汤。哥吃鱼。呵，这天天吃斋菜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上龙虎可别提鱼的事儿啊！好心，没人提鱼。哎呀，把鱼放下吧。啊赵熙团，龙虎寺天师。我听说赵熙团收了徐骁的儿子当徒弟。徐凤年。哎，用不用等他们？咱们先走，他们会跟上。好嘞。你的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？我也不知。走了。
山。清风离家数年，今日归山，我也是放心了。与你同行的是北凉徐凤年，是。与他是旧识。之前见过一面，不算熟悉。是吧？不熟还送你回山啊？或许是顺路吧。顺路。清风啊，咱们轩辕家传承数百年，可不能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。三叔高见。二叔。清风啊，你还真有面子。你二叔平常可是不露面的。明日老祖召你入问鼎阁。回二叔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明日便去。是。你二叔全心习武，在这灰山上，除了老祖宗，就没人在他眼里。清风，将来你可是老祖宗的亲传，轩辕家说不定就要交到你的手上。三叔才是轩辕家的擎天玉柱。你们父女多年没见，好好聊聊。我去看娘。清风，什么事？那徐凤年对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就问这个？你若投靠，可有把握让徐凤年支持你？合纵连横，书里读来的。想用我换北凉支持，让你有机会夺回嫡子长孙的世家之权？龙虎山是天下第一门派，怎么这么穷啊？哎呦，天师府在山上，拜山的去那边，我这逍遥观可就没这福气喽。你不住龙虎山上，人太多，活着累。再说这孩子，也不适合住在那人心浮沉之地呀。凤子营驻扎关外，随时听候调遣。天生金刚镜啊，人间警戒了。你这个弟弟啊，入指玄镜就能举世无敌，可别入天象镜。天象镜要天人归一的，这深谷怕有劫数。哈，我这弟子啊，修的是大梦春秋，可以借心法度天地劫呀。你这个做师傅的倒是用心。嫡传弟子比命还重要啊！李剑神，好久未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不太记得。我呀，龙虎的赵熙团呢？鱼好了吗？哦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您再耐心等等啊。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？不用使眼色了，江宁从后院进来的。车上多个人，我还能不知道？还有谁知道？别说出去。那是自然。江妮？小王爷好。哎呀，等我回来。什么情况？